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太飞》，我是陈明珍。所以看到我背后也有童书哦，规书的开发开拍摄是非常非常的正。在客家庄岛内面呢，伊迄南投县五池乡唯一嘅一只客家庄五上村。讲到五池乡有名嘅係日月潭，佢係只國際級嘅一種嘅觀光景點。但是咧，喺五上村也係發展旅遊哦，咁樣把佢利用佢原材料嘅特色，含過一啲豐富嘅資源，然後有其他地方嚟做結合，提升佢嘅知名度，提升咗旅遊嘅景緻含個豐富度呢。係想等下呢嚟到狀況，都讓使用嘅客家文化公園，請台東來賓並台下鄉親共同來討論。開會了！節目鏡頭來到你五上村是非常面頭前客家文化公園嚟，係新起用嘅哦。再看下天內還有油桐花嘅一個用嘅哈，對面山檔哦，你睇油桐花佢非常非常的正哈。當然4、5月間嘅時間來到你五上村哈，所以看到20頭來看油桐花，暗部頭再看鳳眼松哈，非常點睛等一下一隻客家西裝頭哈。唔過雖然都山下標個，唔過係咧。打開松樹鳳陽，所以個遊客來到你五上，認識客家莊，看油桐花，上鳳陽松哈。像節目開始以前，馬上歡迎收嘅台東嘅來賓，第一個呢係你南投縣政府觀光處嘅處長王元忠王處長，你好。你好，各位鄉親，大家好。好。稍後歡迎收嘅第二個來賓係你南投縣政府文化局嘅局長，以下我有客家事務課啦，所以今日局長嚟上節目，有手中有局長。好，大家鄉親，大家好，大家嘅讚。稍等，歡迎收嘅第三個來賓呢，佢係你台灣鄉村旅遊協會嘅陳俊南陳先生。主持人你好，大家鄉親，大家早。好，感謝您嘅鄉親哈。像你先來看一下，都係你五上村那個好高好料嘅地方啊，先來看一種地圖。看到你下你所去嘅迄個台灣，五上客家文化公園哈，到你台灣哈。再來呢，附近呢，你行南投縣64號縣土，再來到你嘅林業試驗所嘅蓮花池嘅研究中心吼，你喺只台灣嘅生態保護哦，你睇有上癮步道，有看再看鳳眼松吼，而家有一比同嘅順條吼，嗰鳳眼松吼，你睇東都會時節吼，啱背有一款假灣章咧吼，非常非常嘅正啊吼，再看到你係部分哈，南投縣66些韓國人呢，再可能對你欣賞過之後，再透過去呢，再對你嘅玻璃溪哈，你睇有一種嘅涉水社區吼，然後你睇做下嚟就日月潭啦，所以講，規只你五上村嘅佢旁順嘅觀光資源係非常非常的豐富嘅哈。像兩部分呢，先讓您給觀眾朋友做介紹哈。但是我想先請教一下我們的游局長，就是說這一次是我們第一次哈，就是說把這個桐花季跟這個螢火蟲季在同一個時間來共同舉辦了哈。那會把這個魚池鄉的這個桐花季辦在武城村，當然是因為武城是一個魚池鄉唯一的客家莊。那在這個部分呢，我們文化局是不是看到武城的客家村，它有些什麼樣的一種特色？然後覺得這邊辦理這個活動，希望達到什麼樣的效果？有哈，因為咱基本上咱的休閒文化哈，尤其再結合這樣的一個觀光哈，那除咱我兼顧咱觀光處哈，那我組長家嘛也有很多的一些相對的一些觀光旅遊的這樣的一個配合的措施啊，所以在咱這個桐花季的時陣哈。又結合咱的螢火蟲季，那在咱的魚池鄉哈，再加上咱的紅茶的這樣的一個推展哈。事實上，在咱的武城鄉、武城客莊這邊來講哈，在每一年的這個桐花季裡面，其實都讓相當多哈，我們國內啦，甚至我們自己縣內的哈，相對很多的鄉親應該遊客哈，都到這邊來做這樣的一些活動的參與，也來體驗我們這樣的一個客家桐花季，還有我們的螢火蟲季哈，這樣的一個自然生態的這樣的一個體驗。好，所以真的是三生產業都顧到，來到看客家，做嘅客家生態，看那種生態部分，還看這個你講一種文化部分哈，三生產業都做到哈。唔過頭先講到，你睇6樣嘅位數係對你經營樣新起用嘅客家文化公園，那我們就要先請教一下我們的鄉長啦啊，就說我們鄉長，我先請教一下，我們這個客家莊的這個
文化公园，现在看到是第1期工程，是不是第2期、第3期工程要怎么样做下去？先请我们乡长跟大家做个说明。我们希望能够结合埔里的淘米生态社区，结合我们的莲花池林业试验所的生态管理，加上我们有一个大堰村隔壁大堰村涉水社区，还有最近公所配合我们五城村一直在鼓吹的低海拔看日出赏云海的大堰金龙山赏日出的景点。那我们希望说将这几个村，然后结合起来，成为一个生态。就如同刚刚我们主持人讲的三生，生活是一个好生活的地方。生态呢，我们五城有一个这个护溪协会，把我们这边整个的生态保护得很好，加上我们的生产当地的红茶、咖啡、咖啡我们是现在公所在尽量的推广，希望将这个社区推广成为一个真正能够来做一个深度旅游、享受生态的社区。所以乡长等于说这个点，它将来就位在一个很重要的枢纽位置，它这个进可攻，退可守啊。所以您对它期望应该也是蛮大的哈。是，好，会好好来做。是。好，感谢乡长，谢谢，是不是大家掌声鼓励一下？谢谢，谢谢。好，谢谢乡长。现场详情对于你个通化剂也好啊，也讲风险冲击剂也好哈，其实拍嚟动年嘞哈，像萤火虫剂拍嚟10年嘞哈，通化剂也拍嚟T6年嘞哈，所以讲民国8年的时间呢，开始老了流浪法通吼，都要向合并来判理啊。但是判理按当然下来，有冇建议向客户发言好冇？那个详情。咱就希望安尼客家迄美人飞对人哋经费一天要用死，就将有法度继续来传承安尼局长来就人了欣赏带转去咱客家飞的美人飞讲一下伊只经费要继续做咩团体。过来唱一个客家美人飞咱听说，所以人家所有看到也系做日地话是千但是我还一个河坝地方嘅人咩青岛嘅资源合作，因为人家做生态来继续来发展上有因为人通化啦也个研发都差唔多4年5年做冇嘅，也风险从咩情况都5年做结束嘅人家迄个河坝一个生态咧发展起了时间啦1年12张嘢啦通体有好本人看。以后人家做到一讲的时间然后河坝个生态做出来时做个铺托关于步道变于看远的啦河坝地方个河坝水清清咩青苔人人透天唔会湍的水所以讲安尼咧我哋建议一个客家美人飞一片来过来人听书。像唐太亮嘅详细发言，想先请教一下，强让迄来做种嘅观光发展，种嘅规划嘅种嘅生态旅游嘅陈尊啊、陈先生啦听我讲到车后嘅水中萤火虫、苦花鱼了到咩样呢是讲，咱看到你五常村其实佢种嘅资源啊，伊丰富，无论係文化，也讲生态，也讲产业部分咁你唔都隔壁種嘛做南美實體嘛，潮南實體，也做生態旅遊。你來看，偏偏客家人，偏偏看按用相同嘅條件來發展，你就因為上有乜個地方變到個淘米社區行下好嘅地方本意就叫建議並鼓勵做得嘛。這邊咧開發時間咧，潮南實體有嘅咧做火焰蟲，嗰有嘅前台灣青島嘅嘅咧做也咧怪青蛙嗰也咧做。嗰個蜻蜓，嗰一度嘅人做原生種嘅嘅植物，所以呢，喺嗰邊呢，係是利用頭擺20年前飛港嘅嘅呢農田，20年以來冇乜嘅樹葉，結果時間都睇同家下，嘅呢特色。鄉里嘅嘅村民講冇希望咧，本來都冇買樹葉嘅，由於咧太體統，幫搭曬冇希望嘅嘅機會，結果人家呢做新故鄉嘅文教基金會對紫教堂嘅人都廖董事長，並且呢特生特有生物中心嘅人都彭國棟副主任來入來同我哋講，也就唔好是幫也必有以後嘅人嘅生態。嘅咧
资源，所以因来发展，因来做个呢台湾第一个生态旅游，个人身为客家人，因有客家以后的文化，因去了解，因做客家人，因有一骄傲嘅呢历史对冇，所以先去了解，因一批同客家个结合人呢莲花塘，个人也就讲咧，因有一条1,000嘅呢河坝嘅呢地都有嘅非常好嘅呢魚嘅，因種人嘅資源，所以今邊啊，因一邊好好搭曬嚟合作嚟發展。上天唔會輸啊，大米行。你陳先生講到，因為五常嘅條件比伊啲大米行還要好吼，所以大家應該很有信心哈。唔過，係唔係真嘅有信心啊？像其實頭下你陳先生講到，當時呢，基本體同高鐵以後呢，佢就屬於除咗佢哋清真之以外，冇實質以外，政府部門、公部門協助要非常充裕，而且問到你觀光處這邊咯，就是說，即使我們看到這邊。資源真的蠻豐富的，那陸陸續續這幾年辦了很多的活動。那在觀光處這邊呢，是不是給予什麼樣的協助，或者說覺得說，剛剛湘青提到說，希望這個後續的這個，譬如說河川的這個賞魚步道啦，哈，這些東西它比較沒有季節性的，這些陸陸續續他們也希望來做。那觀光處這邊可以給予他們什麼樣實質的幫助嗎？五城村的確，它的資源相當的豐富，相當的豐富，不只是生態哈，它也有很多的故事哦，也有很多的故事。那現在的鄉村旅遊，遊客他希望的就是來體驗故事啊，然後來生活啊，這個健康的生活，我想五城都有這個條件了哈。那當然在基礎建設方面，那我們觀光處啊，配合這個客家委員會，配合鄉公所，我們會努力來做。那對於行銷方面呢，我想今天啊，客家電視台嘅村民大會節目這個節目哦，就已經把我們五城村給帶出去，這個要感謝這個節目把五城村給帶出去哈。那後續呢，在觀光旅遊的行銷還有很多的策略哈，那我們會跟社區這邊來保持聯繫，然後把很多的行銷策略呢從五城村來出發，讓五城村呢成為北桃米南五城以日月潭為中心的這個概念。我頭先講到，你五常村係50鄉唯一一隻哈，客家人口非常非常適中嘅客家莊哈，佢咱們客家人口75%哈，減減為80啦哈。到底你阿總頭幾講呢？想先聽聽新聞記者講頭去了解一下。江西有2個河壩，唔係啲河壩渡橋嚟潮戲，看演味嘅長色山那紅，寫拍嘅油桐花，看起來色彩很江那。未可能出一個客家莊有幾淳樸、幾得意些。一大尾嘅50鄉比一行業較多嘅客家莊五常村，五常頭擺雲多毛埔。鄉親單單係對苗栗斯坦、太湖公館也都提起曬下來嘅行業就將未有北上。現在上嚟家下嗬，30歲家下做專門種香嘛，都頭擺香冇嘅我諗嘛搖啊嗬，買了冇好，大家都個改變啦，改變種茶。昆定也有茶農，抒發芒結果，鬧奉茶爭議茶類都好，也按當年來50鄉嘅奉茶生意，要在個發展起來，還天天嘅打出名聲，同許多消費者嘅歡迎。五常莊，呢度特色啦。尤其咧奉茶，那有時法都講來輔助，包括咧工廠講做嚟做宣傳啊，做乜嘅觀光工廠啦。事實上，五常村嘅行業喺8年前嚟到也開放，唔但將總會導向有依度嘅北公廟，未有南投縣清楚設立嘅義民廟，係採鐵嘅信用中心。240年前啊，嗬，我哋有個4個群戶啊，嗬。啲先做曬下來，所以今日嘅年代咧，俾開墾嘅時候，天點水土又唔合，天點又土肥又低入去，裡面又40張超人做啲先做，呢面人佢當佢指示佢講強令佢轉去啦，嗬。也五常客家莊唔但將保留定傳統嘅客家文化信仰，前提別嘅係總會導向天然嘅生態環境，未維護到寒冬好。採鐵嘅蓮花池研究中心係採天然一定啲為上嘅步。那蓮花池嘅生態密度可能全台灣最高嘅地方。除了講赤腹以外，當然因為赤腹如果有嗰度昆蟲、嗰度兩棲嘅，從嚟呀，全台灣而家調查以來有32種嘅。青蛙哈，70%-80%有種聽嘅，你也看得到。
是看到来来去去嘅太溪游览车，单都此件事起人嘅谈嘅片，嚟到五上村嘅茶嘅摩多。故所五上嘅用词，希望做地政下，总会都好按丰富嘅资源，连结产业同生态，为亚食油繁华闹热嘅山上，有在高油好国际。看那新闻样片啊，上升来强调迄个天虫的乡亲哈，按讲的状态伫边度哈，对于客家文化的传承、客家文化的传承或客家语言的传续的部分哈，有没有建议？好不好？有没有什么样建议？我看校长，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武城国小的校长哈。那我们学校呢，一直都是参加我们课语生活学校环境的课语生活学校哈，已经迈入5年以上了。那我们学校的部分呢，一直呢都很积极在做一个语言的一个传承的部分哈。我们的学校的老师的专业以及学生的学习力呢，我们一直在针对我们在地的客家文化，包括山歌，包括语言，包括一些文化传承呢，我们非常努力在做。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学校目前其实在文化生态这个部分，我们很积极努力在做。我们比较需要的就是说，我们学校的校舍，好，我们学校的校舍是非常，我内心哈，我其实站在这个地方，87水灾的时候，我们学校的校址在这边，是，然后87水灾之后，我们学校49年，就盖在我们现在的那个位置，所以我站在这边是我们旧校址，我们学校的地方呢是新校址。那局长上回有去看，当初49年盖的校舍还在。目前还在，就在我们的第一排，对，非常有历史的一个，应该算是经历了这么样的一个时代的考验。建筑吗？还是说列为围楼？不是，我们比较希望就是说，透过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外墙已经做得非常有特色，我们融合我们在地的一个文化，然后呢，融合了我们在地的一个自然生态，是不是有机会？我们学校的校舍可以融合这样的一个自然生态的一个资源，哪怕是一个，就是说把它成为一个特色的客庄小学，哪怕是把它做一个不一样的特色元素加诸在我们的建筑里面。那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话，我想我们学校有它更向迈前，然后也让我们武城在地的那个文化的摇篮呢，可以有很大的改变。那这边呢，校长这里哈也希望也是我们全体小朋友的心声，包括我们的老师，也是我们的家长，也希望透过这样一个机会，这样的一个媒体的一个平台，是不是有机会我们武城可以成为一个特色的客庄小学？感谢五上村最高的学府五上国小高中的反应哈，还有那个乡亲，还有两位先生。咱推行嘅客家語言吼，伊之前想講，要攀伊咧發通哦，本客家人嚟。講故比賽嚇，講故事、講笑客家笑話比賽嚇，又喺個推行起來。因為啲老人家講故事嚇，將頭擺嘅咱哋睇神話嘅經驗傳承下來。新嘅談比賽講故事，要學到客話，學到頭擺咱都祖先睇下用嘅神話嘅人嘅經驗。嗰度係咪都講係有機會啦？嚇，呢度希望講政府要推動客家語言嘅方面嚇，因為假時啊，奇妙講故事嚇，可能因為有啲個奇妙，如果人嘛，佢嚟欣賞嚟學習，有啲意見。好，感謝兩位先生。好，還有那個鄉親，兩位先生，係。我也最擔心的一件事情係乜解？而家學校嘅學生嘅越來越少。應該19年以前，啲啊學校啲87歲才打退了，搬到嗰邊去。我拖嘅時間嗬，我嘅先生乜嘢啊？陳茂德陳校長，佢下學校還有幾多學生嘅？300人上呢？300人上、200人上、100人上，也存到幾多少？30人上。冇強冇，動強啦，強乜解？強人哋客家語言文化被磨退。我們在這裡希望說哈，就像我們剛才我們校長剛才告訴講嘅啦哈，初中也還沒抵啊，局長也在這裡，我們把這個哈這個區塊經營起來。把教育文化、客語、客家活動的部分把它推行下去，結合我們的生態教育旅遊，然後在還沒有非校之前，還沒有變為遊學中心之前，我們就能夠成為什麼特色中心？就像台北的漁光國小
好，或者在阳明山那边的这个森林小学，希望把这个学校变为全省一个非常有特色一个客家中心。也在这里希望我们观光处这边呢，跟我们民政局那个文化局这边哈，以及我们南投县教育处这边，能够这个3个能够结合起来，现在就开始来做一个深度的讨论。那第一个问题，我就要请教一下我们的尤局长，就是说文化局的部分，是不是针对我们这个武城村的珍贵客家文化资产，先做一个基础的田野调查，让这些学校他们身负这个文化教育传承工作的时候，他们有更多的这个资源可以去做。好，那这个部分是不是先请我们这个局长先做个回应？那这个部分来讲，我想，既然我们是一个客家庄，是那我想在这个部分来讲，我想应该是很有机会哈，我们来跟教育这边单位哈，来做一个计划哈，是不是能够结合我们所以武城客家的？府里面，我们这个文化局可以跟这个教育局可以联手来促成这件事情。因为那一天议员来了之后，是议员也非常关切哈，那议员也想，可能我们下个月正好是我们的议会定期会哈，可能议员也会针对这个问题哈，也会提出来做一些讨论跟指导。那我想也可以借由这个机会哈，我们刚刚讲哈，就是你看今天我们的村民大会啊，透过客维这样的电视的一个播放，那今天我们又把这样的一个问题哈，能够在这个机会里面也把它凸显出来哈，我想这个就是我们武城村的一个很好的机会。那我想我们一起来努力。头讲到，总系迄区状来呢，因为你个南投县政府里边客家事务科吼，迄实到你个文化局下边，今天你口中没有来到现场哈，总科长，头话有详细讲到吼，迄边盲人都会判断客家讲古啊吼，老人家的古吼都会是特别生活经验吼，就是说文化传承的部分，因为盲人你判同化机的时间，所以老家容易发通吼，加落来呢，你部分迄边应该客家事务科都要考虑一下。为了要提升客家文化吼，你讲古特殊的事情啦吼，亲像要做，所以今年的同化节的主题独爱南投，阅读的读，嘿，根本的安排吼，都来的文化局的图书馆吼，就是发通吼，夜宿图书馆吼，遇见客家吼，当有音乐发通吼，往下扎根吼，你头先吼，就会教梁校长吼，就讲到讲古啊吼，庆祝这明年吼，校长列片，还讲乡长列吼，扩大办理吼。区长嘛都了，做得吼完全支持啦吼，新传师嘛有啦吼，树嘛有咧吼，经费嘛就真适度咧吼，亲像有机会的。好，感谢你总科长，王处长有一位补充的吗？游客呢到我们村庄来呢，他希望去体验讲古，去体验以前的这个客家人在这边是怎么生活，这个都是旅游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哈。至于说讲嘅客家话吼，我自家唔免带嘅客家庄，所以呢，嘅客家话呢，差唔多會唔記得嚟了。來參加嘅客家電視台嘅錄影節目，真有機會講客家話。講客家話唔係講學校嘅責任，然後做父母的都有責任。吼，然後我家庭來講客家話，然後後生兒佢自然就會學客家話。用嘅上村呢，貴川呢就講客家話。將來形成這個一個客家的一個很具有特色的氛圍，這個就是我們客家要走觀光路線的一個特色。像你下去蠻耐旅遊都共樣了哈，但是看到的、識到的、談到都共樣的時間是冇買檢查嘛，所以差異性哈來做出來哈，做體驗唔當做唯一哈，唯一只有我這裡有，譬如冇辦法哈，像是有特色部分，是像有語言談，咁樣問題。談客話、談客家鄉，之類都上村有聽聽哦，所以上嘅客家特色一定要好好打出來哈。不過上出嚟客家特色以外，還有乜嘅珍貴嘅豐富資源呢？我想先廣告一下，馬上就入現場繼續來討論。
正好节目现场哈，头发讲到恁黄上村哈，客家文化真有特色了。但是黄上村系啦，占地461公顷，安大嘅生态嘅宝库哈，其实农委会林业试验所嘅莲花池研究中心啦哈。中秋安年嘅林业试验所呢有6只研究中心，其中一只呢是到安年嘅黄上村莲花池俩位所哈，俩位所呢系到日本书是开始的哈。你讲到个日本。历史上很有名的特别种的阿萨姆红茶，当时嘅人点的壤剃头壤是在你黄上村的莲花池种出来的，所以讲你喺黄池乡的红茶按有名，阿萨姆红茶都台湾按有名，嘅人嘅壤是点到你黄上村的莲花池哈，所以讲黄上村呢是真真实实你红茶的故乡，阿萨姆红茶的故乡哈，像迄边强调你看莲花池有你来到现场嘛哈。来，你给介绍一下哈，莲花池按宝贵增生。地方如果需要，我们大力支持，只要我们许可上，呢。所以在生态来讲的话 ，OK。刚才陶米那个我们先生讲的，因为这连贯就是叫陶米嘛。你在南部还有时间力哈。我相信说莲花池林业试验所应跟社区结合在一起了，有需要的机关，我配合呗，解说也好 ，OK 没问题。问下你陈俊南陈先生是讲，看起来最近比那开米行吼，资源大行啦多吼。农因为讲，将来经验来看到你黄上村，其实来发展生态旅游，后面听到那种的莲花池结合起来，让做到更加丰富完整。一边非常的好来讲，有迄个莲花塘实验所伫遐位，个资源400人夹，个按哪油咯，嗰个规模个呢管制，吼，其实讲爱。参观爱有个解说员，我哋省腔人先，所以夹个联想马个书中按多，按舞台我等下去做乜嘢？坐在个坐咧树的底下，天天苗条条吼，猫头鹰嘅叫声，可能马个苗条条，所以人嘅资源吼，听下个片种下毛，人咧做毛腔款咧，人用晒行毛腔款咧，所以人要人简单有客家文化加落去过来，人咧资源人咧周边等咩样结合毛腔款嘅生态。一片，但咩人看到无啦？过来一片黄上，过带安步，过来边一片配合，过加迄个客家文化落去，所以以后很多人都真诶都向地沙库啦，吼。向地沙库。向地沙库啦，也应该再继续安尼落去啦，吼。希望达成有样的机会，吼。好啦。感谢陈先生吼，其实因为讲，其实但咪行在哪里黄上那边做向地沙去共同发展，有客家文化程度诶。丰富资源生态的旅游来做吼，你还真有希望的。后面你处长就有样想法啦。在五城村哈，在全台湾五城这2个字是什么最著名？台湾拍摄这个照片有3个最重要的一个点，北部就是小阁头，中部就是五城啊，南部就是2寮。在全台湾的摄影界，大家都知道。3大圣地就是在我们五城啊，这个也是我们五城在推展观光可以来切进去的一个点啊，这是第一个部分。就是低海拔的云海，是不是？对，低海拔云海，全台湾就3个最著名的点，所有的摄影朋友都知道哈。在这个呢，我在这边呢也带了一些资料，就是在一个细顶琉璃光一个网站，一个高先生啊，他同意提供我们一些很漂亮的。资料哈，让我们可以透过这个电视台哈，来让更多的朋友呢，来体验到这个五城的漂亮啊，五城的漂亮，五城之美哈，这个都是我们可以继续来走下去的一个方向啊。像现在客家
这个事务课呢，在南投县办了一系列桐花跟萤火虫的一个活动哦。那我们也是透过这样一个活动的方式。那今天我们来这边看到五城具有这么多的特色哈，那我想我们必须在我们的网站啊，或者在我们的 APP 哈，来开辟一个五城专区哈，让更多的游客哈来认识五城啊，让更多的游客他可以从日月潭，可以从车城啦，然后顺道透过131线到五城来。好，处长现在还没有做，赶快回去做好不好 ？OK， 好，好来看一下南投县131线到沿途的观光景点有哪条呢？台湾你王处长讲到，那个南投县131叫做旅游路线，看到，你看南投县131旅游在经过那个地方呢，在看到保利哈，保利用来台湾讲诶，你精神上来达米行诶哈，桃米社区草南市底下有个香菇，再来迄因5时乡诶，人一谈风沙，当然还有你还加上上哈 APP 夹夹做哈，还有透早韩国下因诶迄水里乡诶，水里蛇妖丽诶模诶，做过去鹿谷诶迄海头小半天无凉茶，所以讲规个南投131线道了旅游动线当中呢，你上到了。市场那头迄啊，新创业的人人一谈结合到恐吓只微缩，所以你啊部分再夹夹来做吼。啊像你啊部分呢，除体你啊观光部分呢，恁讲到人一谈的种个风茶哈，也真有名。事实上，人一谈风茶加用加种，迄点到你上村个莲花池俩地方哈。看下你啊目前你个市场的风茶那有品种哈，种个嘛微缩。你啊看到然后你个风茶个面积呢有225公顷安多吼，你喺全台湾种风茶种最多的非常是对你5池乡。咱其实总头种最多呢，第一名係你太烟村，哈，第二名係新上村，第3名看到是五上村，你面积最大嘅總頭五上村啊，再來東石村變太林村啦哈，所以看到你喺5池鄉哈，佢紅茶種植面積全台灣最廣嘅啊，你睇市場上青好嘅是鳳玉鳳茶，其實有玉桂變樸好嘅香味啦哈，所以你睇市場上清流行喺台茶18號鳳玉鳳茶，佢乜嘅品牌呢？看到有日月潭鳳茶啦、5池鳳茶、太煙石水沙蓮鳳茶，都有62種，但是並冇看到5上鳳茶。好，我需要強調一下，我們鄉長是不是有可能哈？我們現在魚池鄉的五城村也要開始來種紅茶，富裕着紅茶產業哈。那魚池鄉呢，我們五城村的紅茶產業，它是要加入這60幾個品牌呢，還是說如果五城的紅茶自創品牌的話，這個部分鄉公所會給予什麼樣的協助？請鄉長，謝謝。現在鄉公所是在推，主要是在推日月潭紅茶茶葉產地標章哈。產地標章最主要是要跟我們全國，包括世界上的遊客、消費者介紹日月潭茶區所產出的紅茶由公所的公信力來跟他認證，絕對100%是由這個地區，就是我們行政區域裡面茶區所產出來的。然後呢，有很多種品牌，那我們現在公所的做法是統一將這些，就是用產地標章把它命名為日月潭紅茶。那往下延伸，可能就像我們五城村有那個彭木生先生哈，他是也自己有他的命名嘛哈，包括我們隔壁那個阿板塞哈，它是原鄉嘛，所以包括歙水社區，它有個歙水黃茶，它自己有自己的特色的話，我們希望幫助我們這些農民朋友，在日月潭紅茶產地標章之下，他自己說一個故事，就好像我們中民村有一個碰七昂蝶一樣，他就會發揮他很多的想象空間，他有自我行銷，所以在這方面我們會加強這方面行銷包裝的能力。哦，等於說魚池鄉有做產地認證，所以消費者只要看到鄉公所說這是產地認證，是我們日月潭茶區，也就是魚池鄉這個茶區產出來，那下面各自品牌就是比較放心的，就對。對，就是日月潭紅茶。日月潭紅茶這個茶區，好，謝謝我們的鄉長，謝謝。好，那大家先從葵芳文也詳情哈，相信對於我們的紅茶產業也好，觀光產業也好，有冇個想法並建議像卡書發言好冇？我即擺建議是講，我富士保育協會，咱遮的溪流盡量愛家做好，因為咱的魚啊雜項足濟，哦啊今仔日的人來遮，像咱大拉伊庫，我嘛是為着這，我嘛去大拉伊庫去啊看因的山啊，佫去啊做這個南莊。我攏去看，因為溪仔是安尼，咱遮溪仔好山好水，應該是愛甲好好的來甲整治，好好的來甲配合咱遮村民，哦，咱遮公所甲咱的縣府遮的觀光，哦，咱遮所有的資源來好好的來這個
经营。今仔日正有法度讲，人来咱甲遮，但一只才会老着。你若敢若讲通化水一工尔。啊，阮遮久的时间，干通化水一工，对阮村民嘛是无啥物咧。好，所以你的意思说，鱼溪里面的鱼，你们护溪协会会照顾哈。但是比如说办活动的时间啦，或周边的景点规划这个配套措施，希望公部门帮你们处理好就对了。对，没有能力啊。好，谢谢理事长。好，还有那个乡亲有意见呢？好，两位先生，嘿。俺俩吼有个地方啊吼，有风差啦，有乜个哦，个山都啦吼，有乜因村河含河巴都有挺多个生态嘅保护啊吼。好，你講起來吼，我有年代咩，我有啲東西要俾人看，有啲東西要俾人看。頭擺嘅時節啦吼，我做細嘅讀書間吼，嗰河巴都嘅係幾多嘅呢？其實捧出嚟塞條啦點。一下落去哦，cái魚就變多咧，挺多。船都頭那粉是形是。所以講，家似理事長姐講吼，兩邊就裝起嚟，就學到魚吼。哎呀，我10年前我做農業非常嘅時候，我帶咗就嘅資源吼，去打那魚股，即係看嘅魚實有獎。人家佢家條路以後呢，佢學嘅魚，人家就拿錢去買飼料學嘅魚。哎呀！所以人家邊度講到吼，有年代一如果看啲河山河水咧，點樣閃數啦，你看啲咧哦，嘅放音鼓啦吼。但是你個是仍然冇幾多擺。冇幾隻線嘅啦。冇幾隻線，所以你按用個長期按裝落去，唔來釣咩做得，但是釣啊吼，喺呢個人統一來管理，看仍然要開放用嘅嘢，也已經嘢。好，好兩位小姐。當久以前我就。一片無天力發電啊，我哋工廠、無風茶廠同精密廠係用水茶做水力嘅發電啊。不過當大上也係個水茶係無嘅，所以我哋希望講相關嘅單位係咪講做得同我哋一片呢？我哋風茶廠地都有當老古董啊，做風茶嘅古董啊，係咪講做得同一道做茶嘅古董來做結合，同個水茶做結合，講做一隻紅茶嘅，係咪博物館一道來辦，係觀光工廠來辦大家講，來也都得看桐花、螢火蟲、蜂音蟲，做得看我哋茶做茶製茶嘅過程，係個有日出，都做結合，同大家。嗰隻較啲講，我哋上一片呢好地方啦，係因為4年前我同阿先生本來到台中做生嗱條路磁鐵，將來都係希望講做得同樣上村池鄉嘅風茶發揚光大，盤大家啲講，我哋上一片嘅風茶係當有名嘅，係。好，感謝你位後生嘅小姐哈，你位太子係路了行嘅。產業的當道，像綠玉全省有名哦。我哋差唔多搶名前都開始節，到6年都有。我們希望入到來馬步看火焰蟲嘅遊客嚇，做得帶來嘅我哋路了行，還有我路了行，係有一片嚇，全南投縣最大嘅梨園，都係雲清梨園嚇，嘅園的主人啊，吼，今年已經90歲，佢鄉里，故所佢講愛種梨嘅，吼，啲梨嘅呢，個地度嘅樹形啊，一講吼，地度吼，40-50年嘅老樹嘅當講，當然吼，過年嘅時節，佢嘅拍攝嘅花，拍攝啦，吼，攏上咗千多人來嚟看花哦，吼，當然。到過年嘅時節，96年嘅時節，大家來看花。45年嘅時節咧，都梨好嘅時節吼，都一多人來摘嘅水梨嘅吼。我想講吼，你喺桐花節吼，啲黑尾皮嘅推行之下吼，你變成個全民活動啦吼，全民風有桐花吼。我想吼，人黑尾皮咩做得講，利用桐花節嘅時節吼，來推動人嘅客家嘅產業。梨嘅吼，本大家落去摘梨嘅，我哋來教大家做梨，因為市場上吼一斤吼賣到一兩可能賣10塊，農民可能一斤才賣10塊，這價是漲當多啦吼。有啲人咩唔曉做梨嘅啦吼，個
本草纲目》里都没有写哦，讲湿地的吼对干以后哦，伊多人来买啊吼，讲湿地嘅做法咩以后啊，我想讲嘅安好嘅水果吼，我们希望讲留同化节嘅时间吼，来加入落去大家吼来去摘梨的，来卤梨的吼做梨的，做南中梨安尼。上，然后录了行是吧？好，做一个连结哈，跟客家文化与产业做个结合哈，带动地方这样子啦哈。好，谢谢熊范，谢谢。好，唐探罗熊先放眼上，提讲问题，刚刚那个文化局的邮局长就是说，其实不管是我们这个桃米社区的这个陈先生，或从水里来的这位我们这个客家协会这个理事长，就说，其实我们知道在文化地理上面，5成的客家。跟桃米、跟水里的新兴村那边那个客家，其实在文化地上是在一起的，他们同吃一条水。你看，我们客家讲说，同吃一条水是一家人哈，同吃一条水是一家人。那可是在这个行政上面，他们就分自不同的乡公所。可是有没有可能说，我们文化局突破这样一个行政区域的思考，在文化地理上这些客家庄能够做一个整个资源的整合，将来在这资源的分配上面，也能够看到他们可以集中在一起。感谢主持人哈。那我想5成哈，当然5成的那个客庄哈，其实我们用桐花季跟赏银这个活动的结合哈，那其实是在我们国内是算少数提出的一个，在整个行销的一个策略里面，算是很早，又是一个比较大家没有用这样的方式去做结合了哈。那刚刚主持人讲说。像邻近的这些村落哈，这样的一个结合，那个当然是没有问题。这个部分上我们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发展。但是，我想哈，南岛较喜欢就是唯一的独天独厚的一个条件就是好山好水，好山好水。所以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得天独厚的一个地理环境里面哈，我觉得咱来特别来运用咱这样的一个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哈。那咱嘛讲南岛人上有啉情味嘛哈，嘛佫上重情重义那我想，所以客家咱客家的这个勤拍拼这个精神和应景的这个精神那其实在整个客家的文化的一个推展里面我发觉讲咱全县的咱的客家乡亲内底讲，只要办活动所有一定是团结在一起在做的没有任何的。一句说那是你做我做呢，都是大家拢都到底来做我想这就是我们南投县的一个客家精神的一个展现所以我想我们文化局这边来讲，长期站在这个积极辅导跟协助的立场然后我想我们也在100年里面也成立了一个县级的专业的辅导团队所以我想特别邀请了很多的专家学者在这些相对的客家的一些。这个实质的行动跟工作坊的这些方式我们都不断的在做这样的一个讨论，然后来协助地方配合去撰写一些计划来跟我们客委会这边来争取最大的补助，然后来挹注在我们所有的县内的这些客庄里面。那最重要，我想那是要看成咱客家啦繁荣客庄跟。常富客庄，我想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本意。好，就是中央、地方、基层3个大家联手来做。好，谢谢我们的文化局局长。各位参加领处长是讲，其实头讲到头一线非常非常的精彩条旅游通线啦头讲到迄边老你隔壁个水里的情形啦，也讲你个种个像桃米、埔里的大米行啥去，你客家种的旅游通线，再来出来除了讲几个南投县讲客家种的旅游通线都来出来，做生物界、了物界、看物界、物界规则做上买东西，另部分也做清楚的规划出来像客家对你南投县迄个青创业的资产，也迄个公共资源，另部分好来充实。客家的旅游元素我想客家文化本身就是一个特色在这边呢，我们也要请所有的乡亲能够大家一起来保存更完整的一个客家文化，让所有的客人到这边来能够体验到很完整的客家文化那我想这是我们在客家文化旅游的一个独特性。好，感谢您个王处长像最后想讲您个陈先生是讲其实按几场谈下来，因为讲其实你上
然后个兄弟长，你还有你水里的情形，倒起来，迄么规张，用迄个生态旅游、客家文化本土旅游做起来，迄更加有希望的，更加有嗰种的精神来推动的。今年吼，今年来我拄到个泰六来嘅呢，嘅官员吼来访问，来到我农場，地到我曉講客話，都會地到有人做出來俾我講客話，吼嘅官員，佢聽到我曉講客話，佢都非常嘅歡喜，佢都邀請我，吼有時間愛轉來，嘅呢福建，吼福建基亞嘅呢鄉鎮吼基亞嘅呢市吼種下嘅呢客家人嘅蔬菜，廣東特色千有名嘅梅園。吼，隔壁咩客家人，其他啲嘅客家人，佢上年提出邀請，講有時間再來看下咧，下咩捐款，下啲曉講客話，下咩再來邀請佢來，下一邊客家莊來邊看，吼，所以下啲機會，下唔會輸人，下變較多，下有生態，下一邊又有一啲風采，又有咖啡，又有一啲前台灣親好嘅，又蓮花塘實驗所，吼蓮花池，又係實驗所。變也隔壁人也嚟做水利行業片嘅呢結合，變也玻璃樽也大米行嘅結合，咁三個吼再連一條線啦，吼也相信是未來嘅呢機會吼會比其他所在更多，尤其今日呢客家電視台來同人可以出面睇會幫大家了解吼，咁也基亞嘅呢村里吼做結合，吼阿咩。也呢觀光處長吼，也局長吼，也鄉長媒體也位，相信今日開呢會對大家未來做一個結合，幫大家提到呢優點平台吼，但是我也會呼籲大家3年開始今日嚟講客話，安尼好冇？感謝，謝謝。今年1918年，日本人攞印度引進阿薩姆風茶籽。點到50鄉嘅53村嘅蓮花池嘅試驗所，嗰下子發出嚟嘅茶樣，報名3到幾隻，你講日日談嘅風茶嘅茶器，所以看到你嘅53村真見係台灣風茶嘅故鄉，嚇，所以講咧，一樣型嘅風茶樣點出去，你看到今邊53村，佢做嚟你嘅玻璃嘅透明沙器。大米行嘅客家沙器嚟聯合，有啲水里鄉嘅新型綠料行嘅沙器嚟結合，也係隻文化體力、文化發出去、傳揚出去嘅連結嘅概念。我想你係隻親切的大家嚟關心一次歡喜嘅事情啊！所以呢，基本基礎53村嘅客家莊，你世界再嚟位20條看油桐花，25條看鳳眼松，3檔看一種嘅鳳眼松，河巴度有一看水度嘅鳳眼松，應該嘅斜後嘅苦花魚啦嚇，還對看雲海啊，好翕相然後一年秋天再來個翕，前後嘅大海拍嘅雲海嚇，所以整個呢53嘅資源係非常非常豐富嘅，也邀請電視機頭前觀眾朋友來了解53嘅客家莊，關心53嘅客家莊。上一到南投縣50鄉，堂堂客家聲音，堂堂客家山歌，所以來到53鄉是唔會差嘅嚇。像也喺今日村民睇飛，感謝嘅收看，下禮拜請看時間持續聽聽村民睇飛嘅節目腳譜，去認識台灣嘅土地，關心台灣嘅沙期發展議題。希望大家按住勢再飛。謝謝，謝謝。